Zimon leje kangkangsa. Some kenyi lora la zipa gasika. Nga lo de yi. Nga ne zo ye. Lo du zo. Mari gong dong ma jia gong hin ye ri. Rong ye xiong wei sa ye de la. Jie wa dan bu qiao ye. Nga cui men te de. Zang ba bu jie wa de nyang se nyong. Nga ji xeri ge lo gong jie ne. Dering ge nu den zo la. Lo yong xie xie. 他人的秋得就把伊灭恰，这片土地是神圣的像。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没有了动物，人类会怎样？如果所有的动物都死去了，人类也会灭亡。降临到动物身上的命运，终究也会降临到人类身上。告诉你们的孩子，他们脚下的土地是祖先的遗灰，土地留存着我们亲人的生命。像我们教导自己的孩子那样，告诉你们的孩子，大地是我们的母亲。任何降临在大地的事儿，终究会降临在大地的孩子身上。我们热爱大地，就像出生的婴儿眷恋母亲温暖的怀抱一样。你们要像我们一样热爱它，照管它。为了子孙后代，你们要献出全部的力量和情感来保护大地。我们深知大地不属于人类，而人类是属于大地的。噶得，俺去他人的事呢，切磋了过呢。这叫个先啦，怎的是啦？他人的秋得就把是呀，这句你把的他场的点个苏桥到大熊下去，先见的到面呐，每日这大不是等住了。噶得，先见月在黑茶呐，每日中咱们等容易。苏桥这点的雄伟利用的，南是个钱呐，每人就得了用容易的，这句不知道啦。可据公务个查日的，没必拉供应了。查日俺去年年到个厕所7月几学，俺去让你这西巴拉吃的些把人，却去西巴拉。查日呢，俺去用钱人了。查日点的先比下瓦公应用，他们查日不知道个点的人一样是学。俺做了查日拉个话的，俺里这边是把阿米崩了3超把人记给了。这句俺做动着话了，考了个行动大熊下去，不让查日到个钱的。这句让你就多学到，在我也才记查日送学下去。俺去西萨的查日呢，没啦没忘啦，没呢。他日了我，个人的拉蒂查吉，俺去他年沙巴开始用大这些。降临，选拔，眷恋，参照。我们热爱大地，就像出生的婴儿眷恋母亲温暖的怀抱一样。你们要像我们一样热爱它，照管它。为了子孙后代，你们要献出全部的力量和情感来保护大地。俺做了查日拉个话的，俺里这边是把阿米崩了3超把人记给了。这句俺做动着话了，考了个行动大熊下去。不让参加到个节的，这句让人家多学到，在我月才节，查日送学下去。但俺今年的他念这些过来记得，他念这些。词语解释：降临，降临就是来临、到来的意思。选拔是把呢，天把好，来比的。眷恋，眷恋就是指对自己喜爱的人、喜爱的地方怀有深深的留恋的意思。
샘 쳐시바는 랑니 가사가 지시 마당 사차라 贤 쳐비데 写的什么？语言文化小贴士：印第安人相信万物有灵论，他们崇敬自然，对自然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石都抱以敬畏态度。他们认为大山是有生命的，并把这些山称作父亲。印第安人相对比较封闭，他们不愿陌生人打扰他们的生活，直至今天。西雅图被称为常青城，创建于1869年，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城市。它海拔最低，却有古老的冰川、活跃的火山和终年积雪的山峰。俺亲娘的，他念沙巴地错下用这些。降临、选拔眷恋， 샘 쳐 我们热爱大地，就像出生的婴儿眷恋母亲温暖的怀抱一样。你们要像我们一样热爱它、照管它。为了子孙后代，你们要献出全部的力量和情感来保护大地。 nga choro saji la gawa de nga li je bi si ba ami pang la sen cha ba ja ji gui la je ji nga cho dong ja wa la ko la ga xin dong da sheng xia gui be rap cha ji da ge je de je ji rang ni jia duo xiu dang zai wa yue ce ji sa ji song xiu xia gui 老朱错，这次带领个奴的出马写一句，但俺去举行了啊。 老朱错，我个家一呢，샘 쳐是别他念的更热。 A. 眷恋。连地说，年真的接触不错，但俺今年的带领个乱菜奴的用下经典啊。 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这片土地上的动物。没有了动物，人类会怎样？如果所有的动物都死去了，人类也会灭亡。降临到动物身上的命运，终究也会降临到人类身上。告诉你们的孩子，他们脚下的土地是祖先的遗灰，土地存留着我们亲人的生命。 像我们教导自己的孩子那样，告诉你们的孩子，大地是我们的母亲。任何降临在大地上的事，终究会降临在大地的孩子身上。我们热爱大地，就像出生的婴儿眷恋母亲温暖的怀抱一样。你们要像我们一样热爱它、照管它。为了子孙后代，你们要献出全部的力量和情感来保护大地。 我们深知大地不属于人类，而人类是属于大地的。老朱错，带领个路者参的人就建议，打出马 demo 去 demo。